我喺屯門醫院住咗6個禮拜先至上嚟嘅。嗰6個禮拜我唔見咗5公斤，半年我而家重咗8公斤。我嘅血壓低咗，血糖低咗，膽固醇低咗，但我食嘅嘢係豐富咗。今年咧就64，嚟緊65噶啦，好早退休嘅人士。我因為咧有個遺傳病，就係咧個小腦萎縮，令到我肌肉冇力。咁所以咧，我好早已經攞咗個高額傷殘津貼噶啦。點解會嚟到呢度住咧？咁因為我睇到 YouTube， 咁咧就介紹過大灣區養老喎。咁我見識到呢一間院舍咧，咁由我叫太太上嚟參觀過，咁我就上嚟啦。係因為佢個機構係有實力嘅。我喺度住咧，我有機會可以住到百年歸老嘅。咁我上嚟嘅原因就主要係因為我先生上嚟啦。如果唔係嘅話，就大家要分開。咁始終即係分開得太兩夫婦都唔係幾好。呢個就係自費嘅，咁佢就免費啦。咁啊，如果再額外，譬如好似今日去過理療多過8次啦，因為政府包8次啫嘛1個月，咁其實都幾好。今次第9次啦，咁我哋咪要自費咯。因為我簽咗5年約，唔使1萬蚊，9900幾蚊人民幣，咁就係包咗住、膳食同埋一啲嘅管家服務費。咁管家服務費就包咗水電啦、打掃啦，跟住有住院嘅醫生啦。即係總之有咩問題，你直接同佢講，佢就會上嚟幫你咁樣咯。可能70歲行咧就得，呢度確實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地方。如果即係以個性價比嚟講，一定係比香港高好多。入邊佢俾好多活動俾呢度啲長者，自理長者有，佢有普拉提啊，有咩畫畫啊、國畫啊嗰啲跳舞啊。我喺呢個照護嘅院舍呢一邊咧，我太太係基本上24小時係隨時收到有關我嘅信息。我幾點起身啦？我嘅血壓、體温係幾多啦？食早餐食乜嘢啦？晏晝點啦？夜晚瞓得好唔好啦？半夜會嚟睇我2、3次啦，會影晒相話俾我太太聽我嘅情況點。喺1個禮拜裏邊，雞、鴨、豬、牛、羊、魚、蝦唔同種類嘅菜，我1個禮拜一定食勻。我舊年9月16號上嚟住，我喺屯門醫院住咗6個禮拜先至上嚟嘅。嗰6個禮拜我唔見咗5公斤，嚟呢度半年，我而家重咗8公斤。我嘅血壓低咗，血糖低咗，膽固醇低咗，但我食嘅嘢係豐富咗。佢隔離仲有個公館，家屬咧係可以住埋喺度嘅。我們這家的話是叫那個保利天悅和熙匯，屬於我們保利的一個旗艦店它隸屬在我們廣州市海珠區。因為我們這是2棟樓，有133床的那個和熙匯。那另外我們這一棟的話，22層的是我們屬於一個自理型公寓它可以接受60歲以上的長者，然後來這邊入住我們目前在住的話有89人來我們的這裡的長者我們給予他們的是一個享老的過程，定期的給長者們提供一個不用出戶的一個理髮的一個服務。很多老人家他們的有一些是有那個甲溝炎，包括剪指甲的時候可能沒有那麼方便，我們就會引進外面的一些專業團隊過來給他們做一些上門的體貼的一些服務。西園的話就是我們一個園藝療法的一個園區，那就是在我們2樓的一個戶外場地，那我們會給長者們種他們自己喜愛的水果，然後植物然後通過這種園藝療法來抒發他們的一些情感。我們自理公寓的一個長者他們會給我們長者去上一些課程比如說我們的速讀課，刺激長者們的一個記憶力。之前我們香港院舍有一位長者，他前期在香港的時候呢，他是屬於就是坐着輪椅過來的，然後經過在我們這邊3個月是我們的一個養護
啊，他现在的话就是整个人都很阳光，他可以自己独立的行走，然后包括一个自给自足的一些生活，他都能做到。在我们这里给他提供了一个专业的一个养老的一个享老的过程。我们会每个月定期的组织这些长者，然后来进行这个大家庭会议。我们在会议中间呢，会听取长者们的一些意见啊，我们立行立改的，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就能体现出来。像他们提出的一个是就是我们的一个伙食，你比如说今天这个肉啊，可能是切的比较大，我们就会补给到他们的餐里面去，就给他们就调成可能是肉末或者是肉饼之类的。首先第一，我们自己有内设医务室，我们内设医务室配备了我们有医生、护士，然后有康复师、有药剂师。旁边的话，我们就有一家那个私立的一个开强医院。啊，那离我们三甲医院也就是5公里之内，然后我们有一个省2，还有一个那个原来的部队的那个421医院，包括我们跟那个中山6院，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孙逸仙医院，我们其实都是有就是长期的一些联络。省2医的医生会定期的上门来给他们做问诊。往返香港的话，对于我们这边其实相对来说比较方便，因为在琶洲有轮渡，包括去广州南站，然后去东站这些地方，其实相对来说在这个地理位置它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的。